Hello， 大家好，我是斯诺克选手周跃龙，就是很兴奋能回到香港，第一次在香港参加这样的一个比赛，因为打职业很多年了，从来没有在香港参加过如此的比赛，所以希望自己在2月份的时候有一个好的表现吧，然后尽自己最好的水准，然后尽量的去冲击佳绩。我觉得可能增加了1局之后，比赛增加的这个中场休息，可能会对球员在如果是开局不利的情况下，他有一个调整的时间。然后对于观众来说，他也有一个更长时间的观看比赛体验。我觉得总体来说挺好的，是吧？会很好啊。我觉得这个离不开就是前辈像傅哥和丁俊晖他们对中国台球的这个贡献。然后还有离不开这个国家对培养我们青少年的这一路以来的支持。我现在就是像你说，有很多中国选手成绩越来越好，这也是说明大家具备这个能力了。然后，所以我觉得希望能在這片土地上能有我們自己中國選手可以奪冠。我們亦都玩得好開心，因為可以同Jimmy White 啦打咗一場好玩嘅表演賽。今年咧就又有一個我嘅偶像 Stephen Hendry， 可以同佢一齊去打波啦。佢又亦都係好期待，因為我都好耐冇同 Stephen 打過波，因為細個嘅時候同佢練波咧喺蘇格蘭啦。咁今次喺香港同佢可以打到呢個表演賽，自己都好期待。我覺得係專業啦，當然係呢個我諗呢個字就即係足夠形容到 Stephen 啦，因為即係我同佢都練咗2年波，咁佢永遠都係第一個達練波嘅場地，最後一個離開嘅球員咯。咁佢已經係即係攞到咁高嘅成就，但係依然都係好自律啦。咁同埋我覺得佢係改變咗成個桌球嘅打法嘅，係因為即係以前其實桌球係比較保守啲嘅，咁直至到 Stephen Hendry 嘅出現，就即係將成個桌球嘅文化改變咗咯。咁所以依家就算係好多球員打到好，其實全部都係因為 Stephen Hendry 嘅出現，令到即係可以推動到依家咁多出色嘅球員有依家咁吸引嘅一個桌球嘅打法，都係因為 Stephen 嘅關係。咁所以其實佢係一個好偉大嘅球員嚟。係啊，其實我覺得係即係始終年青球員就係我哋桌球嘅未來。我同 Stephen 打波，咁但係更加期待嘅睇到呢一班小朋友可以睇到佢哋嘅水平啦，咁可以同佢哋一齊參與呢個比賽都好有意義咯。咁所以就今年應該幾好玩嘅，我覺得。係啊，希望大家可以多支持比賽啦。咁今年即係我覺得係即係吸取咗舊年嘅經驗啦，今年會即係做得更加好啦。咁我相信今年嘅比賽會比舊年更加激烈，因為我睇到今年嘅比賽嘅水平咧比舊年更加高啦，即係成個桌球壇嘅水平都好似再提升咗咁樣咯。咁所以其實呢一個比賽就係世界賽4月份嘅世界賽之前嘅一個預演啊，熱身賽。咁所以大家都會用一個好認真嘅心態去參與，咁所以水平一定會好高咯。咁所以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好，跟住我哋手左邊準備投入啲鏡頭，稍左方你可以看到我的鏡頭，請大家看看稍左方的鏡頭。